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，我亲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千般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算风，我算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咱先来算迄个黄国鸡。真有假哦？毋过即摆我无遮戆哦，等我目睭咧，你煞做你老婆对无？无啦，即摆吼，我掠你。你掠我？啊，怎讲？我掠袂着你吼，啊，我就互你亲。你掠袂着我，要我？哦。你吼，你若走愈远吼，我就互你亲愈济，亲愈久。好，真好。你掠我掠袂着，就要我亲，啊，我走愈远，就互你，就我哩亲愈久，亲愈济着。好，我，来，我甲你饮下吼。较轻嘞，好。好，我开始啊，一、两、三，走甲哪背？你是咧找把呢？迄人甲像有心事共款，是毋是想袂开啊？阿妈，你想啥物心事啊？无啦，无啥物啦。阿妈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你甲我讲啦，你千万毋通想袂开呢。无安尼啦，看你倒咧倒吼，我送你来转啦。我无爱转去。你免管我，你免管我啦。阿妈。这世人毋通走得久走得远的，想要掠我，还阁早咧，我太熬走咧。走到即马吼，你看，规个山都看无你个人啊吼，好，等下就好。规个山看无伊个人，安尼敢若毋对咧？啊是毋对伫倒位啊？我今仔日吼，甲家长去约会呢。哎哟，咱家长吼，偌济情咧哦，甲我揽吼，搁甲我亲呢。阿妹啊，你这个话是要讲互妈妈听，还是要讲互阿弟甲听？笑看阿妈的嘴哦，当伊也毋是阮啥物人啊，我为啥要讲我听？咱阿弟啊吼，要搬到水花大呢。真好啊！啥？你要搬到水花大？有啊，水花吼，就是为了讲恁两个带去台北佚佗啦。结果吼，精神上煞有问题啦。阿弟想要去因兜甲
看伊病啦。对啊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讲起来道义上吼，我嘛应该。道义，你根本就是第二个石板来嘛。哈？第二个石板来？对啊，哈，为着人才两得啊，结婚到20年嘛，这个情况遐尼强，放在妈妈对伊一片真情啊。阮董事长吼，迄当时也毋是为着家港的因母啊有钱吼，才离开恁妈妈呢。迄是恁妈妈吼，甲你同款啦，假仙啦，爱到要死吼，阁唔敢讲，才会变到即马吼，一个伫遐怨恨啦，啊一个伫遐悲哀啦，变成一个孤单老人啦，迄就。无啦，母啊，歹势，镜头啊吼比唔对起来，我应该比伊才对啦。母啊，唔系啦，母啊，我唔是咧讲你啦，迄是伊去讲着石万来吼，我唔才会讲。阿弟啊，是咧骂我，阿弟啊，是咧骂石板来啦，讲伊吼无应该对你无情无义啦。好啦。你莫伤心啦。我哪袂伤心啦？我来摕去着万来吼，我的心吼，我都。好啦，母啊，咱拢莫讲着石万来啦吼，迄个吼，迄个该死啦，迄大歹人啦，比迄个什么唱啥，迄什么陈什么星哦，搁歹。啊，伊吼会啉水会叫水惊死，迄落困吼会叫面皮甲跌死。嘿，你哪会救上万来啊咧？安尼讲嘛袂使。当然嘛袂使，你是陪你强啊你。阿嬷少年的时阵吼，都去互辜负啊，啊，即摆也搁挑去，啊嘛有啥是要我讲啥？都心的，你想要害恁母啊，变成孤单老人是？母啊，毋是讲过啊，我甲万来代志吼，你唔免操心啦。要毋讲吼，有一句话我一定爱甲恁讲的，恁若无想要和母啊共款吼，恁就应该知影怎做较对。恁若无想要和母啊共款吼，恁就应该知影怎做较对。我爱的人是阿弟，我应该定定为着一寡小可代志，就甲伊冤家啊。对咧，人咧讲吼，查甫囝不应该甲查某人安尼伫遐斗。上着阿妹仔的心吼，嘛是我不应该。我袂行妈妈行过的路，我会温柔体贴，好好爱阿弟。对，我袂使像阮董事长安尼，我会来去甲阿妹仔吼表达我对伊的爱，我要甲娶。我要甲讲，我要嫁。对，我要甲求婚。伊遐年我也唔困，敢会是要去找聚会啊？伊3更半暝困去，一定是想家港的，想甲伤欢喜。阿妹，阿弟，阿妹，我无爱我将来吼，像家港的因爸安尼，伫遐咧后悔。我嘛袂亲像妈妈共款，将来的婚礼，我心内所爱的人，干那你一个人。除了其他以外，你是我唯一所爱的人。阿弟，我吼一定会做一个温柔的好太太，
我一定好好体贴你。当你讲你爱我吼，一定是骗我的啦。我哪会骗你啦？啊，那无你去台北的时阵，为啥买礼物送水果啊？买礼物送水花啊？哦，你是讲这哦？嗯，是人讲我买来送互伊的，还是买来送？我嘛看到你伫遐买领大呢，迄领大应该毋是买来送互家讲的吼。当然嘛唔是，那送你。阿妹，我想要甲你求婚。我答应你。我足希望讲吼，咱明仔载就使结婚呢。我嘛是啊。也毋过，咱若结婚，啊，最后啊，迄区田都要你去顾你啊，是免哪？我嘛唔知影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，妈，哎哟，咱一个人咧戆神，是想什么下啦？想阿弟啊吼？哎呦妈，唔是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我昨下去湖边的时阵吼，看到一个乌巴桑，打算吼有啥物伤心的代志吼，免硬讲的款的。哦，安尼哦。妈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咯，拄则吼，迄家甲因爸吼来找阿丁呢，阿丁钱爸因兜啊，拄阿弟敲电话转来讲吼，迄就阿伯即届来吼，是专工要来向你提亲的哦。就原来啊，你向我提亲？嗯，来啦，行啦，你来，你买这衫。哎，这个行啦。这边啊，阿伯来这坐啦。妈，来啦，就阿伯来看你啊。你是去要甲伊讲我快等来去。哎，搞唔得呢，代志我未讲，我要走。小弟，小姐一个啦。你看伊目睭伫家己，我先你带起来。若无想要见我，你就莫来嘛。放心啦，你来谈结婚，你嘛较有诚意的，遐济啦，手机啊，你嘛来坐讲。就妈，你无坐，人客较好意思坐啦。来啦，坐啦，坐啦啊！阿伯啊，来啉茶。手机啊，我若毋是听万来讲哦，我阁唔知影，恁少年的时阵哦，有一段甜甜蜜蜜的感情哦。伊甜，阮无甜。啥货啊？我互你害甲失恋，你阁讲？阿伯啊，过去的代志就莫阁讲啊嘛。对啦，阿伯，啊你今日欢欢喜喜来，敢毋是要来提亲呢？是啦，手机啊，过去哩吼，恁都拢有意爱过，啊，万万毋得讲叫我来遮做毋人。哎妈，好啦，你就答应啦。答应？是啊，你唔爱听人讲哦，迄有情人终成眷属嘛。安尼你老的时阵哦，比较好看。
70、80岁哦，嘛是要人咧结婚啊。阿伯，啊，我吼就替我妈妈答应哦，嫁你啦。啊，再加我，唔对呢，拢唔对呢，我也无向伊求婚啊。啥的？你唔是向我提亲？无啊，真正上，啊无你是揣哪创啊？提亲啊！你看，提亲佫唔承认，阿妹，伊根本就无承认嘛。诚意有啦，我有诚心诚意吼，来替阮后生家讲啊，向恁这新妇提亲啊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有啦，我有诚心诚意吼，来替阮后生家讲啊，向恁这新妇提亲啊。是你要向我妈妈提亲哦？当然唔是哦，我根本就唔是要向伊提亲。食遮老啊，我对啦对啦，那是你家己听无清楚的啦。你讲我老，无可能向我提亲。好啊，你这死啊万来啊！你甲我死出去！我甲你讲，阮媳妇袂嫁你囝，哼！你敢当嘞？你这个查某，你食愈老才愈烦的。啥戏啊？你讲我愈老愈烦？对，啊，要是安尼，你一日听着讲人唔是要甲你求婚的呢，你就气甲呢？敢讲你是死赖要嫁伊哦？好啊，死啊万来！你敢你甲我侮辱？我无侮辱你，这话拢是伊讲的呢。嘛是你的意思对无？对啊，嘿，啊，无你有啥物理由通受气啊？人万来啊是替家讲来甲阿妹提亲呢，啊，你也无问阿妹啊意思，你有啥物理由反对啦？反嘛！都是的。手机啊意思我了解啦，伊是要买一送一啦，吼，恁家讲会带阿妹啊，手机啊白送哩，安尼我就会当赚2包媒人钱啊。要白送我，这边来用的啦。啊，会用的啦，啊若无吼，伊唔答应阿妹哦，嫁互恁家讲的呢，伊哦勉强同意啦。好了好了，我勉强同意。你勉强同意？对嘛，啊你拄也无听伊咧讲哦，你遐唔老啊？伊无老啦，你哪会用讲伊老啦？哦，老袂用咧讲哦，哦，都係講面皮聊較好聽啦。对啦对啦，啊这嘛唔对，你安尼拢唔对啦。手机啊，拄来迄拢是正常讲的，我拢无讲哦。对啦，你无讲，真正上讲的啦，讲我老啦，讲我死了要白送你啦，对无？无，你根本就无老嘛，免那用白送我。我卡算来将我所有财产来带你吼，嘛恐惊带你袂着。啊，对，阿伯啊，你这句话安尼讲吼，就对啊啦。啊，对啥戏啦？伊后尾了伤过硬啊啦。真正上，伊的意思是毋是安尼？唔是迄意思，啊，不过意思大概是安尼啦。什么不是意思？意思伊个大概是安尼，你这下子，我根本就唔是要带你，我是要带阿妹做新妇呢。我讲过，阮阿妹袂嫁恁囝，但即马甲阿弟啊真相爱。哦，你想要破坏世人幸福？人阿弟啊是讲要帮忙阮囝家讲啊，要约迄阿妹呢，而且人伊嘛有讲为着要去高龄去哭残啊，要甲水花啊结婚啊。阿弟啊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啊，这个吼，迄个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。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。人阿弟啊是讲要帮忙阮囝家讲啊，要约迄阿妹呢，而且人伊嘛有讲为着要去高龄去哭残啊，要甲水花啊结婚啊。阿弟啊，你讲对唔对啊？这个吼，迄个哎呦，阿弟啊，那什么这路迄路啦？我甲你讲，你甲这无良心的讲你要甲阿妹结婚。对了，要毋过哦，哎呦，啊你敢若唔过什么戏？莫
啦，伊介意的啦吼，是水花啊。阿伯啊，我遐加减的分数吼，你都互我考虑一下。哼，免考虑啦。免考虑？那你的意思是讲我能叫加减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著阿弟，这爱考虑，这爱慎重考虑。这婚姻大事吼，免凊彩。对啦，那安尼吼，你请。请，无啦，我还有话要搁讲的呢。我甲你讲，我无想要搁甲你这个无良心的人讲话啦。阿妹，跳甲互出去！哼！小姐，哦，你找我一套翻呢，才互你气死啊！阿伯，你先莫生气啦。若无你先甲钱伯仔转去，我只搁甲妈妈苦劝啦。好啦，无咱转。阿伯，顺桥，有人再过来啦。这个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敢不敢记太阳球？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放阮的爱情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。